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涂思松啊，中國強下來同後生人打在鼓咯，兩晚係後疫情嘅時代，大家是在出國去了，又發現咯，當到各行各業了頭擺窮快，按腦旁出國去了嘅朋友又發現到，講話真嘅當好了，當好搞嘛，還可以知道台灣其實還有真多頭擺忙些發現嗰個好所在咧，今日有6屆後生來同大家分享後疫情旅遊。都得去內行了，共享分享。首先來到這個阿英珍，大家好，我係啲疫情期間當好去高級飯店了嘅英珍。哎呦，很有錢啊！疫情啊，佢哋冇生意，股數會大漲。啊，假使一下疫情結束咧，哎呦，當幾日係冇乜人去就代表講係5星級，又上千，5星級，該事情是要上到啦。升盤好嘛？先見哈，趕緊調算盤，一隻天為單24隻，冇36。喊那28，哦，真的有上錢，我們就是要保持着那種客家精神，冇錯，懂好。好，聽呢首這個都係你家。大家好，我係疫情後出國要本 COVID-19 測到 TV 8嘅你家。好冤哦，很好冤哦 ，lucky 啦。馬該時間要有 T300，係冇上愛。天公變啦！T300同大家小解嘅面相。大家好，我係做疫情期間很懂模、很賺錢的劉敏祥，美生。小錯跑找錯破乾爹喲。疫情期間，嚇，所以強強嘅無頭路，行戳土不卡衰見。唔過咧，有人到疫情期間冇行資者，當然錢哎呦，大卡就賺了。褲台都爛爛，今日掉兩爭幾強嚟啦！申報美生，謝謝美生。第四集啦，上個就係白鉗。大家好，我喺度熱天期間咯，凍接上大家爸爸媽媽出去了嘅裝白鉗。感有人。張媽媽請現身說法。明年疫情期間，你係自家出去了吧？高弟兄弟呀，還沒更新。沒有啦，沒有，也有啦，加減啦，10倍啲倍群要100冇。減嘅部分好多啦，減下多。第四集啦，上個係好心。大家好，我係熱天期間險險回到熱天為摩頭路嘅好心啊！哎呦，因為頭路做請梅生，係咁剛剛做得熱天機，跟一起挨哦。哎，好啊好啊，帶你來賺錢啊！乾爹來了，切掉係冇，所以然後小鬼就係那個我的學長真勁好，加個疫情期間，真的我真的是受不了他，每天看到他我就想打死他的阿美倫。大家好，喺疫情開封之後，出國我食過13倍嘅美倫。大叔，我們就交給你嘅阿美倫最權的好神大司機。佢真緊當歐巴咧。其實我係做李行沙。你邊間做李行沙還會走呢啲嗎？因為按到錢啊，我真嘅唔知，佢平常時就學搞到底傳來回傳。我都在賣鞋啦。我要檢舉，我跟着主管來檢舉。教授，那個認真的部分，真嘅嗱，大家都疫情期間，香港嘅公司有3個經濟過後，雖然講恢復到2個經濟，不過台灣係2022年嘅深夜將開放本外國人下來旅遊，都呢之前，你做唔到，所以我背嘛，你啲台灣去那一片去聊阿英真。哦，還去懂得受材料呢，還就會這種敵不動，我來動。我覺得敵也罵你，敵是誰呀？敵是誰？馬上係敵。就係佢偏拖無來錢嘅，捱起㗎，冇啦，迄因為就像剛剛講到嘅，疫情期間啊，講到嘅5星級飯店嘛就會大漲。嗰時候我就想講啊，哇，疫情啊暗藏嘅時間差唔多1年多一些咧哦。嗰兩上啊就發現到阿婆幾年都冇出去了，假使冇本疫情吹到吼，嗰實質真係會死嘅咧。嗰時候還是講做唔得，我夾突佢出去了，啊就上面去查到了一件，啲台北北條嘅嘉禾屋。貴呢？冇，平昌西啊，平昌西動晚餐盤店呢？冇錯，因為有一種嫁出國嘅感覺，係從日本做第4文錢啦，好像講做嘅一個寓意啦，哈，戴那個兔子帽子，懂得
所以你总得出去聊。古说俺所有嘅行程全部就安排喺饭店度，甚至有俺咩有一个做功课，没有讲，因为加贺屋啊，其实通你嘅空调内套，所以讲俺唔会输到其他人嘅样种。安尼其实相对来讲，係較空間嘅，係俺當當 V 太是甲準備輕用嘅最完美，安尼就有，係有一種旅行社嘅感受，輕輕鬆鬆，啊，不可能有條嘅博物館啊，香港葡萄啦，就算一日行程，冇，我3日，用牌，好啦，計量先過去待2日，因為計量先你係有啲飯店地度搞乜嘅桌遊，因為有條嘅室內嘅行程，係冇錯。古說計量上係就當去到嘅北投加賀無聊，俺都在行嘅北投，俺都在行嘅陽明山，係冇？還有那個北投博物館，冇錯。圖書館呐，係簡單。他說全台北最漂亮的那一個，對，全台北最漂亮的圖書館，全台北最講嘅純嘅圖最電影下嘅阿婆西。後面剪掉，謝謝。後面剪掉。後面的部分麻煩製作人讓佢剪嘿，一定要剪嘿。尤其全台灣最電影下嘅順了。沒關係，副面可懂電影下，不過嘅順嘅部分沒有電影。咩電影下係電影鏡。把佢哋講下，呢個疫情期間，突然種爸爸種媽媽起來了。其實我老真正係差唔多啦，因為疫情的時節哦，真正從電影講咧，大家都那個人心惶惶。係冇咁錯，尤其對老人家基調來講，佢眼水下太，他抵抗力比較弱，他會半斤切。係錯，所以我就給法講吼，有哪隻蔬菜哦，做啲半斤搞嘅，下輕鬆，冇少冇力，係，就我前面幾件推薦吼，費沖台嘅 V 啦，哎呦，cái V 啊，就2006，還有設計抽水器哦，但係係個寫信件哦，就浴室哦是就30평嘞，大做一天啊，一天30片。哎呀，到底會走一天哦，要3天呢。你還歐巴吧30平，你的腿有多短？他用爬的，就係因為 Villa 地位多啊，嘛個都做在搞啊，譬如講做在寵購啊，還有啱講桌遊美酒啊，所以真正非常強壯，佢就抽水啊，就係因為地位都嘛個都有啊，所以佢而家安保嘅車真正凍貴哦，他一晚差唔多萬人客哦，該新美黑嗎？有大陣嗎？有大差越好漲，它原價差唔多2萬左右。該希望眼妹還當去前台門講啊，你而家安保幾多錢哦？佢話啊2萬人哦，然後我媽就說哦，用到你再來有真緊就傳到哦。好不要給沒做的減肥，要減太多了。沒有東西好放啊，對，好對嘅。咁過了幾個月，真係家妹會覺得，哎呦，頭版應該發現安多哈，因為最少要給我讓我投資報酬率又夠了，雖然才1萬多塊哈，媽媽可能會覺得，跟明年多那一回。因為我同嘟嘟好喺電刀過來啊，我同阿婆講啊，我去啊，阿婆就唔係，哎呦，冇得發錢，我就同佢講係業配。佢就這樣說誒，佢就講啊，好啦，剛剛厲害啦。哦喲，媽，那個阿婆就是那個你看刀子口豆腐心，還真捨不得啦，跟你講，這個都疫情期間去台灣那刀的了。其實我覺得我較務實啲嘅啦，吼，像我去個疫情期間，吼，我就會去現動到太次元嘅素材，比方講我最遠就去到鳳小島啊，還有台東呢條 V 嘅，因為呢條嘅素材就挖山挖海嘛，吼，故說你去我嘅時間又唔是帶最嚴美，所以說哦，懂強鬆嘅感覺。你兩時我背一衝沒會帶最。還有這個追溯期還在嗎？我記得上次我有帶，上次。我年嘅時候就冇帶嘅啦，因為你都去好多擺嘛，所以我嘅時間就冇帶嘅專業妹啦，因為他會知道啲在太次元當中都在呼吸新鮮空氣，你冇人看到啦，冇嘅時間唔是帶嘅啦。就係講，係後期就講假使人選項目呢嘅素材，你做得係講你係去我背好發的素材，是不是帶專業嘛？我就是大自然女孩啊！哦，謝謝，這個也剪掉。我就是大自然女孩啊！你喺度剪紅個，唔過正經講啦，都疫情期間嘛，睇下窗外時節。水上係話鹹鹹，我即講，哎呦，出去本應扯到時間用緊曬，嘅防疫嘅措施，所以都做備好些來嘛噶。阿明先同大家講一下，到疫情期間，窗外嘅時節，用選做好嘅防疫措施。我嗰當時候，我聽我朋友講下去打片嘅事啦，我平常時我都7隻
拿引导的地方啊，冇做路巡边，只想拿细的东西出来翕。疫情忙别空来是，啊，不过疫情严重了后吼，我都较专攻寻严较细的地方来翕，因为我翕片嘛，我买细嘛，安尼我降低美水，将是在分享，所以我会带动到准备啦，所以安尼。所以讲就近嘛，就近啊，哎，我小偷来，还叫做身体较唔好嘅研究案。不過疫情期間出去兩搶慳嘅概念，我試到講有啲店頭會度嘅推銷，有發現到有較便宜，有較好。有好控。有。從疫情嘅期間吼，本來愛500塊、600塊嘅，甚至1000塊嘅餐廳啦。從疫情嘅期間，加市7折到一半。啊，個會推出嘛個99塊嘅防疫漢堡。啊，幾埋做生意嘛個生法啦，因為疫情太久咧啦。真緊這種了錢都該做，就算了錢冇愛做，因為佢講假設了錢係冇推銷，過睇疫情過後，係規間店冇人咧，完全唔記得，還有2間店啊，所以安尼嚟講，從疫情期間很多賺錢，啱多便宜，這句幫我解不用，不用。我就是賺錢小王子，安尼。不過真緊啊，即係咧苦主吼，等一下讓咱苦主來講吼，但多轉來講嘅，等一下讓本安尼後先來講，到疫情期間，我們的旅行社多帶用辦新艱苦，等一下轉來繼續讓大家共下來分享了。歡迎收看《後生第客話》，講到疫情旅行，又要詞彙一個大家咯。今日呢，我教大家哪一條呢？有3隻詞彙，第一呢就係口罩，最嚴美，最嚴美。感冒嘅時節，我將最嚴美夾帶好來喲。第二呢就係消毒，消毒，消毒。平時用過嘅東西，我夾消毒好些來，唔好俾人踩到了。第三，酒精，酒精。酒精嘅用途當多，做得拿來消毒。以上大家都會冇啊，我記得了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相關節目現場，因為上一段是問過大家講，即係是疫情期間去嚟台灣嘅那一片料，唔過咧真緊大家都知嚇，旅行社喺疫情期間真緊當財哥要當上中，係冇？誒你採從唯一做旅行社，你看佢要叫字誒，愛叫，或者偏偏冇半句講，可能要叫幾句上面。叫出來，好啦，叫出來。頭先老太再講一下，該兩是旅行社到底遇到乜嘅動態嘅困難，你都要做乜嘅防疫嘅措施嗎？該是哦，愛你哦，真是海嘯第一排啊！大家呢，平常時武漢食材食甜吧，到武漢食材食銀行甜奇效嘅甜吧。所以該是去性情動吼，因為該疫情來嘅時間，未大家唔知道，一開始想講，應該冇按。歐巴，結果咧，你下變到全部人做唔得出去，做唔得出去聊，連我哋自家都做唔得。好得咯，到台灣對咱疫情把嘅都好啦，所以咧二人嘅6月開始國內是做啲旅行咧。不過嗰時我哋自家未做到當確實，因為咧而家出現大家會驚嘛，所以咧你送遊覽車特別哦，你成下車送餐嘅時候就噴酒精。還有咧，食盤時間一條公筷母匙，如果要打隻暗布，睇我嗰啲插檔啊，全部係清潔消毒一排。還有哦，比大家比個新聞還要關心大家現時嘅疫情狀況啊，因為哦，冇講銀行嗰啲時間未見到啊，所以咧，未係因為愛樣大家做嘅動好，動關心，所以咧亦未會降起到因動多嘅地方，所以開始哦，嗰啲電腦圖影下去散毒啊，去行你台詞人啊，喺電腦地度下到地方啊。真緊，那種該兩時到疫情期間，台灣好種到好輕嘛，所以到台灣該兩時真緊動嘅，提一擺熟識到台灣嘅乜個安度乜個讚。100月那時候台灣人就是每天都一樣。
真紧还用该弄是真紧让快是吹起一种鲁让的风潮。那个外岛啊都快沉岛了，因为人都跑去了。冇错，我第一摆看到胖虎又按动音了。真是会降动，真正会吓到。慢哪一位全部欧多拜是驻差驻摩托差，你是走在驻死人差停。係，咁過啦，講到咧疫情開放過後，家就講到2020年10月13開始，台灣做啲本外國人客來到台灣，台灣嘅樣時嘛開放，已經做得去到外國，問題真係講，亦開放做得去外國旅行家下，你提一家鮮菜嘅蔬菜係哪一位？哎呦，我真的很不想叫這個人。係。现在想听，那我自己讲，胸还要老大家来分享，大家總來講下。來睇下相片都出來，今日講到我要去設300，跟以前一開放之後呢，我就連續2週呢去200嘅日本，那去那2個地方呢，第一個地方係關西地區，係去扮演。新竹關西哦，冇啦，係日本嘅關西。関西 ，OK， 嗰日我去救助天氣呢，就去2日咯，因為看下相片就看得到，因為我做埋我先關西天氣呢，因為嘅關西天氣喺外頭嘅以前。爆發以前呢，清明一直出國嘅地方，怎麼結束就怎麼開始。對，冇錯。感覺鏡頭上那邊的路是不是好想我？奈良的路是不是在想我？那個藍山是不是還好好的在想我？古時呢，我就勁想，我一聽開放以後，我第一個地方，我就要去拍片。古時我看下相片，我就請個路來跟我翕相，你看佢都動模上來讓你冇，動相啊，動相面，你有看到幾個面嗎？冇干冇山嘅。係啊。一清上來，剛才有一個記錄層，個記錄層呢係日本第一名城第一名上，個拍攝的暗獎，大家有去過冇？冇去過對嗎？下擺冇人去。之所以引來嘅記錄天衣部分呢，我就去救助九州地區，還有天衣部分連續兩張年咩？跟住係天衣部分我先救助，香港，大家就去個關西，也係去東京咩？香港先救助較少人吧，冇。阿美全部都韓國人，因為嘅韓國好爽嘅，一場就做得起，可能半點鐘對釜山到嘅福岡差唔多點個鐘就到嘅。故所我本來香港冇，全部都韓國人，冇諗到，哎呦，我來到韓國嚟係冇。嗰人看到嘅相片啊，係主要去嘅很多嘛，熊本城呢，咩係嘅日本三大名城之一咯，3大名城之一，唔過嘅。城是不是都長得很像？我點講嚟講，中央嘅上有乜嘅好翕相咧？你一陣間冇見，因為你兩隻兩眼加下熊本城太體痛，故作叫黃太。所以多兩下他們做唔得嘅。兩下天守閣做的，唔過孫紅嘅做唔得，所以你看皮街不應該做在建前，不記得。冇錯，大家要去建前比。你有建前嗎？我要騙你啦！哪有可能建前？大家從歷史課本有看到嘅原子核爆嘅地方創起，大家冇去過吧？就香港，Nagasaki，就香港，一聽完一看一下現場，那就是原子彈投下的地方。哪一個？你說這個嗎？對，那個和平紀念公園的那邊。第3站TC 站這個。旁邊原子少年哦。我剛才說那麼一張問題，請問你看跟降警會發生乜嘅事情？你右邊是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啊？哇，熊本啊！這可能隨順條給他布曬嘅哦，熊本熊啊，酷媽夢。意思就係講全部做下看機嘅意思啦。就給出軌的時間他落枕啊。冇啦，老太家之前分享一下，嗰啲按煙囪救助，嘅被救助，都長期按用白去呢，做對買嘅夾嘅套票，就籌嘅新幹線，係冇唔錯，嘅新幹線來回哦。100可能做幾萬塊誒，但係講幾萬塊係講日幣啦。可是你買嘅套票，你做咧可能5日，共用幾萬塊，共用嘅錢，但係呢，你做去東島拜，不做東非常的划算。雙人房就是日本推廣大使就交給。香港還有一件當好笑嘅事情，就係我香港長期按演，應該台灣人當少吧？冇。當好笑，嗱，嗰樣時要嘅 U 開頭嘅賣衫，佢係想講啊冇台灣人，一轉啊過去就聽到一隻歡迎感，問假路講講，哎，人家褲啊做幾多好，就聽到當數字嘅聲音，冇啦，係關係人啊，關係人，先做關係人嘅，你想講台灣人真係厲害，那隻表達個主要嘅條嘅聲音嗬，哎呦，真既然這種講到日本係台灣嘅哈，一開放國境，一聽我一記嘅時候，我只有一個意見哈，就為什麼在長崎和平紀念公園按2條嘅時候，它可以這樣，很奇怪誒，然後講因為貨票做按樣。
我你们接话，你们要接话，尴尬的部分。都很奇怪。不过3號咧，小概了3樣，我真緊動感情去用慢先講啊，我咪係挑白一天出國只去日本感應，我提一擺去到日本以外嘅國家旅行啦。哦，來講，真個係感謝好心。哇，好逊耶！比出錢呢哈，比出錢呢。沒，係因為哦，嗰時你先養狗嘛，所以咧我哋行曬一天我推動大家實出去搞啊。嗰時我哋公司哦，是有狂野，是有推出東優惠、東便宜嘅泰國自由行。哦，嗰時咧是我有湊過大家啊，我有冇去啊？所以我哋是請我哋湊到馬上咧，湊到我哋阿俊谷，還有我們的甜甜，還有我們的娟姐，嗰時我哋時沙。窮下去泰國哦，嗱，大家講真係，你係啱第一擺去泰國，未第一擺去國外自由行，未第一擺去國外跨年，未第一擺了阿中股水。冇帥強面創好係強下帥，強則風景，冇強面創。係咁講，喺風景真係動態，而家已經帥係就一個雙人床很大。上一次係雙人床。是啊。係有啲咪動態，真係動態。唔係，我哋其實解釋哦，我哋時差嘅分工分到東河，我負責講英文，佢負責參東西，還有你負責管錢，還有他負責用咩？翕相。誒冇，還有負責乜？咁記帳。啊係啦，而家付錢，而家記帳。所以咧，我哋去到那片咧，全部係阿中國嘅安排嘅。咁個咧提一隻紅布頭，我哋去看個跨年煙火，個火花嘅時節哦，杜華河，真係杜華河，我哋去我跳下袂該種啊，我哋個煙山煙海啦。冇，我哋係本真係當煙，唔過我哋杜華河個會所真係阿曼河啊，因為個煙火點解你投錢去？我們在海景不是河景第一排。啊，有被炸到嗎？沒有，非常的漂亮。因為其實真因為白導演嘅感覺，因為就導演嘅跳那當天。係啊，講真實嘅，第一排撈大家出去聊，啊，佢東風去啦，咪去看到東都會所，咪去行路東都會所，咪係阿中古差嘅東河啊，安排嘅東。哇！哎呦，唔過你唔知喺離場沙，係有冇去安排呢？我講講，是係因為做離行沙，所以出去聊是冇想去通嘅，是本意要安排，你就上去來是去來，冇你等下安排個，兩時那個平東區安排窮用啦，兩個去過咧，兩個冇上去嘅，用乜用慢，本意要拍你都是唔會抄的。香腸係雞啦，雞酒係你啦。啊，雞酒是你，雞酒即係雞酒，雞酒係嗌，雞酒係雞啦，雞酒係嗌冇錯啦。講到泰國嗬，我要生意一定要嚟對時機，我生意按到裝白欠，因為出國前前有嘢生意，我就嚇呢度安排㗎啦，誒個盤點唔做唔得，我冇嚟強下，結果去到泰國大半嘅人嚟強下，嚟盤點強下嚟食嘛，食乜嘢東西？哦冇，我現在在吃那個海鮮，很好吃呢。白金來講一下，因為我可能咯，完全差唔多，就假使要出去聊去之後，大個盤點就聽話大東河。冇，我喺帶我家婆站位暗號，平常我東上橋。好啦，我時差因為過暗號所聽，就因為嘅安排成嘅要當要付啊。我就知道講嘅盤點，我要大客好掉嘅，所以就冇聽定機器。結果咧，我發現哦，真緊啊，全台灣哦，全後生台上嗰個煙哦，全部係啲泰國呢。有冇安用煙哦？美冇宣布啦，因為驗證啊，沒什麼冇去啊，冇可能的啦，唔是全部人去。係啊，你喺後生台上最有錢人唔係捱咧，哦，係雞，唔係吧？相關的清有錢。出國較多擺。咁個講到嗬，那個全後生台上公演都對泰國，而且韓白希望可以完成這個願望。走的，你要在禮拜天就來出發，我這禮拜天就去。那我們機票還沒買的部分，先蒙白票。好像是客滿的啦，我剛剛有查，我可以幫你查。你要小心，人家孫紅已經係做呢行講法了，做咩講法了？咁個講自己自家去出國家下嗬，你要拄到動到冇強亂收曬。咁個咧長數咧觀眾朋友欣賞一下，你出國家下一日千期間超順係後日千四台出國，天才會拄到動到，因為熱千斜來斜去，哎呦，要乜嘅深刻嘅現象，等下就嚟繼續留喺度向下來分享了。T 拜去本你COVID-19 車到嘞，我說哎 T 拜車到的時間，你就會知道啊，我有5顆星星，五星無敵星星，5顆星星，等一下，我也幫他
5星好评，确诊第2次5星好评，大家给我5星好评。无敌星星，无敌星星。你没有想体验一下拍个 vlog 吗？欢迎大家都来后山太相公的节目现场吼，上一团是问过太子讲七家吼，就是到开放的关外的旅游的时间，和去个内行吼，今边要获得奖本那个获奖公100天呢，好，他如果每个国家讲一次，那今我要唐诗300，我要点那一。好，就是你问题就变专访。我们这一集哈直接变专访，敬给我们其他5个人，太子专个卡，专个卡嘞，敬给他一个专访就好。不过敬给呢，而且个好心来同大家小解一下这个，你改良是到底是讲国外时节，又因为疫情爆发，又受到乜嘅影響到麼？該是個世界挑戰講嘛，該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哦，所以咧該銀行全部退退啦。不過咧，有啲錢準時發出去啦，那唔準咯呀。用該使咧，該是公司就講哦，本來有3萬口，你哋下你都去7間員工去對半。哎呦，對半破。所以咧，該是準時鬼門關學的時間，該是鬼門關學的時間係。那躺到鬼門關。國門關起來的時候是2020年的3月6號還是7號？啊，該是我哋而家雲南韓港的時間係2020嘅228。28連假，管之前啦，嘿，所以該是我哋也是準時動片一帶係全部5星級，還有去到地方的全部動好，因為該是去到改片哦，其實本來想講啊，因為疫情的關係啊，因是冇做唔得去，其實大家都知嘛，一開始疫情開始時係中國武漢改片一開始，所以咧去到改片嘅時候，我哋有一些冇買好啦，有乜講咧？因為改片嘅人哦，是想講我哋上樓，然後中國人又啱啱上橋，滾唔出來。佢都是講我哋嘅中國人是冇想嚟插銷我哋，其實連我哋用英文講，I'm come from Taiwan, not China。佢都很係冇插銷我哋，佢講你冇買，佢你走。因為你卡中 come from Thailand 啊。但係泰蘭啲店都會賣啱好冇，不過啦，好嘅地方係真需要下動手，因為開始兩個地方係本來係全世界已經動好起嘅，mais因為疫情嘅關係，大家做唔得出嘅關係，兩邊咧已經動手，尤其又該動入面咧，有可能動在種，世界韓國該有得會所按到巴拿山，我坐個動衝嘅纜車，當我而家當我有那個黃金佛手橋，本來我已經到兩下去咪到到嫩到看到體內嘅嗰種，然後你看你去上嘅時間還有被冇買嘅，還有個動入面嘅 Fantastic Park。在左下角那一張，還有不根本冇應用辦去都走的。那左上角是女朋友？左上不是，那是我的同事兼同學。右上角這是萬里吧？那個地方是不是？那是那個嘉南島那邊可以坐本機船。本機船。還有哈北兩種該係大家當過嘅就是整個岘港最高的星巴克。華山呐，那個華山。啊 ，UK 個地位做咧搞個 UK 哦，然後全部58列了，哦，開始去搞的是景區動氛去啊。我係講，我如果是浩辰，我該剛好先撈佢打死你。已經都欠死，因為第六是尋的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，因為你要所從體縫動，不是一般人走在一起啊，因為你摸兩隻配件嘛，就旅行社的背景是一般很貴嘛。景區該是而且嗰邊可能有4-5萬哦，係啊，嗰啲嘅景區對半之後還可以用員工的優惠。哇，真係懂好。係啊，所以去到嗰邊景區冇法買錢啦。所以就講拄到疫情㗎，韓講咧出去了啊，一講什麼嘅傳統啊，結果點都冇嘛嘅嘢，有享受到兩種好處，明顯係咪安尼？係哦，因為我平常時係疫情前吼，為去較有名嘅餐廳啊，像台南東有名嘛個麵店啊、咖啡廳啊、蒙面餐廳安尼啊。個疫情前哦，總下排列排到安尼衝安尼。啊，不過從疫情嘅期間去哦，總下唔是排都唔是刷臉進去，不敢。冇，就是疫情的時候，迄種總下唔是排啊，迄種七家戲都是的咧。東風片進去，唔錯，我記得。改良時還可以有梅花座，因為講你坐高鐵，甚至唔啲傳統地圖有梅花座。阿英整韓國，佢東希望現在
最好还恢复梅花座。真有嘛？其实俺做过梅花座，真是比种沾掉。餐厅真的好大。真嘅啊，因为啊，像有的个传行嘅米西就动从嘛，比如讲火锅店啦，还是讲烧烤店啦，啊，假使咧，疫情期间我从梅花座嘅发，你就唔是哦，减轻下啲咧色啊，啊，你就做对炒到较摆些咧啊，上好行做对表嘛嘅卡棒啊，甚至哦，你火锅嘅。菜啊，无生意点摕到，又唔是哦，关机伫咧煮，那就冰，安尼冰，哦，青菜爱冰就冻沾掉啊，甚至要炒锅贴啦，炒火茶啦，那上好又唔是讲吼，哎呦，我炒到个米线冻从哪里用干啥？哎，13年嘅钱就做得享受2、3年嘅味耶。哦，广东啊，就上去赚到几钱？串烫子那我觉得该种哎呀，真是。你跟风有一些股息。好啦，可能几时加上班的啦。哎，这个我唔敢讲哦，你有看到见面哦，乜个意思？乜嘅意思？那个你的卡棒重翻。哦，不过讲到疫情期间，还有一家就是大家切对做唔得么事，風仔啊，對吧？最暗咩？茶飲時你喺洞口低最暗。冇，一點嘛。哎，知道應該來炸一下。遮不住了。好啦，講下，佢疫情期間帶最暗咩？帶到最面，嗬，本人有乜嘅想法？哦，其實我那是動腦袋做的咩一件事情，因為太時搞一些翕相嘅時間，就來到較長一些咧。平常時間按你翕1種就有拉球咧，也還要翕2種，因為有2種類型。來，畢業，好，這邊拿下來講1種耶。因為咩啊？我翕個報復過，然後就一位阿姨啊，藍絲種規則做咩托下過咩？佢按你出隻來到個鏡鏡一片。好啊，鏡鏡蛤蟆蓋，跟到蛤蟆蓋。因為自己鏡鏡較大，自己蛤蟆蓋較大一些咧，古時候就落到去鏡鏡，佢就來到個大廈咩，翕睇高興，佢就講，喲，我最咩咯，睇時間就講，哦來，我要一隻新嘅日本，佢就按嚟掛上去，我就想講，喲，佢好呀，就係乜嘅咧，佢就在兩叉做咩呢？唔會演員係，你係乜嘅鏡味嘅係冇？沒，他做徹底防疫。佢係最新的那個時尚單品，你知啊？哦，這是裝下巴。哎，對，冇錯，你也可能需要一下。可能也是西單普利斯。好新卡使用啦。不是啊，那講運動這樣。好嘞，這一集的主題咪講件部分，不過講到真嘅改良時候，從疫情期間嚇，大家最驚嘅事情就講孫紅假使有一陣，就算佢有帶點風災啊，你下這係發生乜嘢事啫？你係斜到係冇？冇麻劍啊！好，不要冇麻劍啊！佢要按用呢件事情咯，阿 V 對。我唔錯，嗰樣是大家就當講，有人錯到安尼動態上，嗰有嗰樣是要出現一種人，比如講佢做傳堂食飯，假設佢因錯，大家就會健康佢咩？忽然間佢要講乜嘅發生點啊？佢就會講哦，我本水曲多。大家有沒有這個？我一咳嗽我有快篩。就喺老太家講，講朋友頭唔定係因為本水曲到，也係講係教育講到快篩，就講係也係抗拒呢，因為大家目做做健康能嘅啥？會驚哦。有上世就真見就本水曲到嘅。真嘅，加上呢種錯插人家下，有可能係即係過敏啊，又係講本水曲到，又係講。還有藍水。誒，後來你真嘅咪本後來水曲到嘅時節，做乜咁錯啊？誒，真嘅錯落唔敢錯。誰上來哦？你好像做把看過嘛？再發大噴你啱有差不多有快氣嗰種，快氣有陰性有那個潛伏期，誰相信你啊？對啊。講到啲潛伏期事情哈，又一三好像非常的深刻，哦，真嘅係立家，老太太講他哋比慘司機。反正你懂吹歌，主義吹歌。還是那個他是賺錢小王子，我是賠錢小公主哎。因為嗰時節，冇，因為嗰時你留去泰國去跨年嘛，錯嘛。不過泰國嗰時動環去做地來去出國咧，你啲心情動興奮的感覺，真嘅。嗰時我就差唔多安排有3隻國家，天我去香港。天一我去韓國，天3年我去日本，哎，你真嘅係冇跨年不是一個瞬間嗎？因為就是跨年完去再去什麼？他跨整個年，就2個年都去很多地方。因為你咩？佢喺12年代，他要每次都說他跟耶穌同一天出生。那個聖誕禮物、生日禮物、跨年禮物，按有個意思啊。哎，不過亞充點係，因為嗰時我第一擺去本年COVID-19 車到咧，我說我第一擺車到嘅時間，你就會知道啊，我有5顆星星，5星什麼5星無敵星星。5顆星星，5顆星星，對，無敵星星。等一下，我也幫他
到5星好评，确诊第2次5星好评，大家给我5星好评。无敌星星，无敌星星，不是你就唔会驚唔啲嘛？唔過呢幾事情啊，嗌唔啲嗌嘅姊妹吼，佢就本COVID-19 測到，但是佢就送嗌去機場兩位，然後前日一行向下廿街。個姊妹盤車到嘅 COVID-19 結果，佢乜冇乜嘅針頭。佢咩冇買針頭，就嗌咩冇買嘅針頭，跟嗌出櫃以後呢，去到香港第3嘛吼，香港嗰時也行嗰啲 PCR，就他會一定幫你 PCR 用，PCR 就卡動作卡準掉嘅啦，係嗰時間呢嗌去到香港出門以後，差唔多。5點鐘以後，我就收到那個簡訊說你要被隔離了，立馬給我回飯店按用。他給出個，就他就是會有那個追蹤你的那個什麼什麼綠色啊、紅色啊，他就立馬轉成紅色，懂得你講，因為黑講你本地做到你去我不會發，佢就會講你會抽乾。坐牢，抽棍嘿，就在坐牢這樣子，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，你沒有想體驗一下拍個 vlog 嗎？你說體驗一下香港的監獄裡面。Hello，你在這條我吧？動好聽講片啊，跟那個家家教室啊，抽乾，跟你買韓國就去唔得咧，係嘛？係，因為嗰陣就改機票，又改飯店，又改行程，你全部啲錢就發到嗰邊。至於發到錢發嘛給你，就去間嚟去帶飯店。因為隔離，因為隔離要自己住嘛，那個香港飯店好貴。香港嘅飯店冇關係啦，他要欠咗坐監。坐監，熊的頭，熊的頭，就一起。按呢哈，佢就穿進來啦，唔錯啦。正經啊，不過觀眾朋友先想啊，假使要人嘅要個爆發100嘅新嘅疫情假嚇，禮拜嘅時間，因為用假設因為頭一國家嘅利益，因為先哪隻國家嚟，等下再來繼續請大家向下來分享。你要來對眼膜啊，先摸頭先。你就離開了呢？終身成就感，這代表好厲害了，高興了。大家熊熊嘅畫面去按你啦。終身貢獻獎哈，貢獻獎。啊，走對啦，走對啦，好啦。你們在討論我的後事嗎？蠻瘋狂的，對，動詐皮呢，共軍呢，都有去看藝啦，哈，美國嘅時代廣場等大概哦。你的骨灰壇還把表露給你。他的條毛發，條毛發哎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吼，基本上正經吼，請大家來收幾到即個疫情期間，一個開放一國境過後，唔去哪一個國家來旅遊，正經動向啊，天公姨就出過來去訂下機票，一講等下就去桃園機場一下好咧，看有哪一個還有空的，好冇？去桃園機場衰木啦，係嘛？正經。桃園班機還沒收對。畢竟一下都係湊機節嘛，差唔多啊。走對，湊過去啊，就湊轉來係冇？就做得唔過正經本台來分享一下，到後疫情時台後面行有統計哈，都根據呢 Compass Office 有統計發現到，後疫情時台有5項老頭白冇強龍，大家好重視。第一家是數位嘅技術，就數位技術，比如說啊非接觸旅行的，那個我不能盡量冇嚟接觸到誒，那種還有甚至掃 QR code 啊，那種快速通關那種風險，像 VJW 那種風險。第二家就是침투嘅利行，您下了好。讓挑白毛看，我不要再看，給我看一天跑5個行程的，懂唔得？我就要一個行程款條按用聽。第三家的完整的旅遊體驗，唔但強體深度，還要整個完整包含到採體驗、記得很用半天，最好是我就找我去那種吃2杯煙掌為寫個串湯，我不要這個安排5星級飯店，愛摸小愛好，提示下永續旅程就是講。好翻博，好到頭白冇強，最尾這種2下，我覺得動出嚟這種利行動作，還是要讓體力來做這，那種細節變動到，哎呀，用蠻定嘅。我係收動好誒。係，不過要請大家講分享一下，假使根本要疫情個爆發出來，你上去呢一講，哎呦，我受不了，冇本來過來再過100咧，阿伯強。其實我名單第8度哦，韓語隻國家好像真緊動上來去即美國嘅 New York，因為我有一隻計劃就係講吼，當年嘅新年嘅時節、跨年嘅時節，我一定要去到外國看天花炮、看熱焰火。我就係美國咯，我冇去過。
因为玫瑰垃圾係全球最時尚、最潮流的代表。香港的鏡牌哪年哦，我緊緊登上了時代廣場的電視牆，我現已敞開一下。那鏡牌講哦，我被登上了，我都還不知道在哪裡。不能小哦，緊緊哦。没有可能啦！謝謝你幫我接話，真的，我真的終身成就獎的時候，嘿喏，你就丟句吼，本期不用1秒鐘啊，一秒鐘的動鬼呢？哎，你要來對眼膜啊，先摸頭先。啊，你就離開了呢？終身成就獎在代表好厲害了，高興了。大家熊熊嘅畫面係按嚟啦。終身貢獻獎哈，貢獻獎啊，媽走對啦，走對啦，好啦。你們在討論我的後事嗎？超難通風的，對，動詐騙呢，冠軍呢？你都有去看挨啦吼，玫瑰嘅時代廣場電台嘅哦。你的骨灰塔還把它標落給你。他的條我發，條我發嘅。阿認真嚟講哈，你自家上嘅戲呢，假使要過100有疫情嘅，假使真實高100有疫情嘅法案，就會將佢台北啊做嘅副嘅推踢。哎呦，冇係國稅服嘅，冇喺做副嘅嚟係，嗱開始水魯孫，啲各色各樣嘅星級飯店帶，5星唔係5星，我就去5顆星星嘅飯店帶，因為嗰兩時聽說會打折啊，嘛嘅5折優惠，甚至有啲包月還較便宜啊。包月，係啊，嗱嗰兩時疫情期間嘅時候，就有困嘅阿妹愛呐，一下嘛嘅叉叉大飯店至少3星級的，都比人家他住嘅副嘅還便宜。嗰個曬來曬去都麻煩。係啊，比如講包月啊，現在1張月啦，係啊，他就已經讓你變熟呢。嘿，今天呢，每天都還有早餐做得生對啊，今天客人呢，當我想啊，真嘅，阿明姐，大表就會帶那轉講2萬號，那轉講要過有熱情啊，也講應該上去哪個國家來了。哦，頭下聽太子家講吼，大概太子家總下出國了，我都忙出國過。我當上聽嘅，我開人去日本啦，本來去嘅啦，冇到遇到疫情冇法度啊。我當上嘅是個日本料理，還有乜嘅排肉啊，烤肉嗎？係啊，燒肉哦。去日本是排肉啊，還有壽司啊。是的，神戶牛、晉江，還有什麼牛？牛舌，牛舌，哦，很想吃。仙台，對，還有哪裡點嗎？這是重點吧？應該是吧？吃就是重點。非常重要。 A5 和牛，還有東多啦，還有起碼嘅居酒屋啊、星巴酒啊、東多啊、東上去，唔過就杜到嘅疫情冇法度啊，一下就做得起嚟啊！係啊，沒事媽媽有看到好，你喺度先賺錢啊，賺好我就準備有幾錢，很多賺錢。你都疫情期間，大家都冇錢賺，你賺到荷包黏黏。啊，賺到疫情還有很多賺啊呢。係啊，是得料一下，是得料嚟啦，是得料，你還會規劃。前六本重陽人賺，真嘅。情況安利，係。兩重陽人較多。你知道上那個紐約的那個嗎？時代廣場。對，時代廣場。那是他之後重陽哦。後輩嘅事情。嘅後輩嘅事情係啦。誒，冇重要嘅理解，你下半年來學，唔可以去哪隻國家來旅行？我當上愛去芬蘭，因為我就係12月24號生日的小朋友。冇，因為我條擺嘅時節真係有下新的本嘅聖誕阿公。就喺芬蘭嗰邊嘅聖誕村嘛，吼，我說我一直對嗰邊有嘢就很夢幻想象嘅感覺，錯。韓國我看2022年嘅伊個報頭調查，佢就係最幸福嘅國家。嘿，我說我就想講，迄個疫情來嘅話，我迄個困在這個城市裡面，我也覺得我甘願。冇有可能你去嚟之後吼，就拉低他的幸福。冇幸福啊！冇可能，我更加幸福咯。對，我說你當上你講嘅，應該自己想愛講。跟以前嘅笨蛋可能幸福指數咧10分滿分，笨蛋改片係8.9分，一下去哦，完全變1.8。唔係啊，佢自備5顆星星。我有5顆星星，馬上加5分。對，開始走的。不過講到自己，我覺得其實像阿里加兩樣種，因為佢拄好這個商業係10月27，佢就想要去聖誕阿公嘅故鄉，來去看一下，來去聊一下。不過曾經下輩來講，後生來講，假使搶走的頭一隻蔬菜去旅遊旅行，應該同那隻蔬菜。其實搶走的頭一隻地方咧，怕某些國家嘅話，我熱田會投入海嘅，因為我本身都好有海孫。水男孩，就是海裡的小孩，我不會說王子啊，你不要在那邊看。
冇講過呢。好，其實誒，若係講國外嘅東上去嘅，冇是關島啊、帛琉啊，冇是馬爾地夫，Okinawa，唔過 Okinawa 係但我真的很想去馬爾地夫。你咪只係揾冇咧。唔會啦，唔過嗰邊全是東航，因為我東中意，你若係熱錢又來咧，嗰時去到嗰邊唔會有人，你打開門是海，我是嗰出門打開是海，行出已是走得去海底嘅，冇東西好食，又做得去補。係啊，行走得掉咁啊，嗰最黐，冇樹喺做得自己哋唔美啦。是因為嗰邊我海有一種治癒的感覺，我可以聽海的聲音。這時候聲音聽海哭的聲音，聽海的聲音，不用聽他哭，因為躺到海的上，你心情是會爬。咁個聲音哦，做海孫海都吼，海孫吼，千萬唔好講小口哦，好海嘯。哇，好棒！中共因為變到愛哦，是彩哦，勇敢殺哦，今天你有5顆星星是不是？切多，給你5顆星星。謝謝，我自己被李佳切。對啦，如果來國女的話是，我們去國外嘅國女，我時常去澎湖啊，冇說佛sal島、豐州島，其實是冇看到英數嘅啦。豐州蘭嶼豐州島，所以其實冇看到英，看到海數咧。不過講下真實咧，冇做咗一擺咯，做咗一擺，你真實會看到出海去釣魚哦。因為摩天路好走，今天那立航傻哦，我們還是要給一下旅行社再一次掌聲鼓勵。會再次默哀咧。沒有，那是等你登上那個紐約時代。真實鼓勵咧。我們今天會去打卡。下真實係東南地的事情。東南地捱過禮拜嘅那個熱天嘛，係啊，佢睇家真實係凍親樣樣呢，浮台要錢。不過基本其實大家分享到東到，比方講到熱天之前開始，甚至到熱天加下，你到台灣有慢性離行，又發現台灣有哪道台灣冇發現過嘅蔬菜，行聊聊，甚至係認識，介紹些仲要通通嘅認識。哦，原來台灣嘅山啦要安靜，韓國來到熱天過後，你前一排去嘅國家係哪個？哦，吹過後就發現到，台灣其實有一些地方，特登去了，不過還係提醒所有嘅觀眾朋友是講，去出去了解下，千萬還會記得顧好自己嘅身體，希望大家是做得平平安安出門去，快快樂樂，全部卡最重要係乜嘅？下禮拜佢嘅時間繼續來收看你嘅後生太上宮，要拍太假公，拜拜了，拜拜了。後疫情時代，大家國家都陸續開放關門。真多人民安心而出國去了，唔知大家都去咧哪條國家喏？同樣愛提倡大家，翻去出去了解時，愛記得做好防疫措施，安尼將使得了都安心又快樂個。